再来看，行政院核定880亿要来协助咱国内产业因应美国的关系。经济部长郭志辉今仔表示讲，经费若无够，会过来做调整。针对半导体可能卖风口关系，郭志辉是认为，先进制定的晶片有竞争的优势，伊袂烦恼。也毋过，先受制定的晶片利润较少，伊会想办法来降低影响。另外，针对台积电要入美国来扩大投资，陶心辉是表示讲，佮还未收到申请的文件。因应美国关税的冲击，行政院进前决定880亿来做产业支持的方案，佮调整工业部门贸易用资利息减免措施，会当受惠的企业数量有关到12000间。经济部长郭志辉表示，这880亿的行动是以当初美国一开始针对台湾要扣32%的关税来做计算的基础。这880亿到底够不够？880亿如果不够，我们还会往上再调。我们是雨天不收伞。所以申请了从优、从速、从简。经济部长郭志辉表示，会协助台湾企业争取新订单，万不伊需要政府的补助，会保持后天唔收雨伞的态度，快速申请。伫续落来谈判过程当中，只要关系到产业或者是相关的中业国人会造成巨大冲击的部分，拢会尽力甲美国沟通协调。若台湾要安怎甲美国谈判？郭志辉表示，目前因为是进行式，无方便对外公开。各立委关注目前台积电敢会当做和美国谈判降低关税的好牌。我们现在手上有什么筹码？你刚才讲的这个部分，我们也可以列入这个筹码考虑之一啦，哈。但是我们筹码有很多，报告委员，我们不是只有一个筹码，哈，请你相信政府。半导体产业链是不是会加大外移？因为他们的获利啊都是比较少的，所以那么高的关税对他们来讲是一个非常大的。我们也会请美国的客户来跟影响美国的政府。我们也会跟台湾的这个客户跟他们谈。外界也关注讲，台积电3月宣布讲要扩大对美国投资1000亿的美金。郭志辉是表示，目前投审会也未收到资料，也若讲是倒位卡条例，这个要问台积电。公司新闻采访报道。